你翻咗嚟？翻咗嚟啊！你流緊血啊！唔好意思。你去投胎啦！唔識路。你想超度就去盂蘭勝會啦！你想知道佢點解可以被超度，就去盂蘭文化節2026啦！有嘢玩，仲可以學到盂蘭文化。9月4號到6號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盂蘭文化節2026。到時見。我又翻嚟啦！冇錯啊，盂蘭文化節又翻嚟啦！大家知唔知盂蘭勝會喺2011年已經成為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呢？而到咗2026年，由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辦嘅盂蘭文化節，唔經唔覺已經第9屆。盂蘭節源自目連救母嘅故事，孝順嘅目連唔想見到佢嘅母親喺地獄受苦，所以用盡一切嘅方法救佢脫離苦難。所以盂蘭嘅核心價值就係教我哋飲水思源，堅守孝道。盂蘭勝會喺香港舉辦咗好多年，一直以嚟各區嘅盂蘭勝會有超過一半以上由潮州人所舉辦嘅。當年潮州人嚟到香港生活，有好多人都係從事體力勞動嘅工作，而其中最多嘅就係做咕喱。做咕喱並唔係最安全嘅工作，早年嚇死異鄉嘅人比比皆是。而潮州人當年就係為咗呢一班無依無靠嘅好兄弟，舉辦盂蘭勝會，為佢哋施食超度。所以盂蘭除咗係講孝道，仲係代表緊當年潮州人嘅團結同互助。盂蘭節就係承載住呢啲嘅情感連結同文化，係好值得更加多年輕人同旅客了解多啲㗎。所以盂蘭文化節極具意義，用嶄新嘅方法去保育文化。而今年繼續有我哋全新嘅實景互動劇場《渡海渡人》，輕鬆好玩，笑中有淚。記得約埋朋友，到時一齊去到維園同我哋一齊認識盂蘭文化啦！到時見。潮人盂蘭勝會係我哋世代相傳嘅社會文化。盂蘭象徵孝道同正行，承傳後親美德。喺香港，盂蘭勝會嘅發展更加包含多元文化，意義非凡。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潮人盂蘭勝會絕對係香港城市經濟重要嘅一環。雖然係傳統，但係盂蘭唔應該只係歷史書裏面，而係可以好貼地、好有時代感。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辦嘅盂蘭文化節，好玩得嚟，又具文化教育意義，俾更多年青人親身體會盂蘭節。2026盂蘭文化節絕對係今年不容錯過嘅城中盛事。9月4號至6號喺維多利亞公園文化節現場，親身感受盂蘭文化嘅魅力啦！